号开始来吓热，家长会带囡仔出国佚佗，结果发生这款诈骗的事件。有一个林小姐讲，伊熟悉旅行社业务，招40个人的旅行团要去纽西兰，团员拢已经付钱，煞伫出发的3点钟前，互取消行程。迄个林小姐共收钱，到乱港找无人，受骗的金额高达600万。纽西兰南岛丹尼丁海沙堡秘密景点，风景是水当当。有家长就是许热，会当带囡仔到纽西兰佚佗行踏，食好料看人文，毋过钱花出去煞无人插。两间私立小学的毕业班，同学含爸母拢同齐要招团出国。一个家长林小姐招超40个人，讲要去纽西兰，讲家己熟悉旅行社业务，团费一个人敢若现金10万，个人讲加钱要坐商务舱，团费超过400万，钱嘛该汇到林小姐含翁婿口座。毋过到6月29出发前3点钟，团员才叫林小姐个别通知行程取消。林小姐从网络上列印了一份纽西兰行程之旅，但是上面的接机人员不但没有留名字，连接机的电话也打不通。他的解释是，旅行社业务离开了原本的旅行社，所以旅行社不承接，因此没有订到机票。林小姐佫讲，别该7月初2飞纽西兰，毋过人煞毋知影走去倒位避。受害家长去到要找林小姐理论，毋过先生讲毋知太太走去倒位，囡仔嘛讲妈妈已经超过1礼拜无回来呀。我们有见到林小姐的老公，他说他不晓得他老婆跑去哪里了。林小姐要出国前做蓝眼群组，大家怀疑伊的脑筋是转势较真紧，甲大家讲团费付现金会较俗。若是家长坚持要入信用卡，伊会先摕到信用卡资讯，再去填写信用卡单。了要甲旅行社讲，这是要依附其他团的团费，旅行社嘛真错受害者。他留的电话基本资料都是错的，在联系不到刷卡人本人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就只能再回去再找这个林小姐嘛，去协助我们联系旅客。那后来呢，这个信用卡就过了。包括新竹、台中都有家长受害，哄骗的钱才要600万。即马家长已经报警要讨公道。消保官提醒民众出国旅游，除了要选合法的旅行社，团费嘛千万唔通回去别人的私人口座，较袂中计受骗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